南投县的环保局发现讲，有一些民众拢无做好粪扫回收哦，所以环保局会拆开粪扫袋啊来检查，卖退回粪扫甚至罚钱哦，互民众是真怨叹。也毋过因为管理哦，今日粪扫量已经超过27万吨咯。南投哦，煞无家己的焚化炉，敢来当靠外县市斗3工来烧，所以即马嘛规划讲6冬来哦，要来起家己的焚化炉。为咗民众会甲应该回收的物件，甲一般粪扫人做伙，所以清洁队员会随机拆破粪扫袋啊做稽查，嘛因为安尼生做，真接引起民众无欢喜。因为南投县无家己的焚化炉，粪扫拢爱靠外县市斗烧，但是南投民众的回收做无确实，粪扫定定互人摕倒转来。南投其实嘛会使起一间家己的焚化炉，安尼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。粪扫分类也好。清洁队方面，因的队员就袂讲安尼，为着看到你的粪扫，佮甲你并。咱家己做破袋时阵，伊会讲，阮咧检查时阵你是扰民，你是刁难。为着避免粪扫互别县市退回，南投县府环保局联合专员13乡镇市清洁队，针对大约70条粪扫清运路线，下晡定期随机稽查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执行超过4.5万件。播核结率大约20%，比年初进步8%左右。环保局指出，当中抓容器上济，也有抓类甲塑胶容器。在源头自己可以把垃圾分类做好，然后以比较透明、可以辨识里面废弃物的垃圾袋来丢垃圾的话呢，可以减少我们被破袋检查的机会。南投县府环保局表示，这个月底会先伫南投市试办，鼓励民众用透明袋仔袋粪扫，方便清洁队员检查，也提醒民众若无照规定分类粪扫，会当依废弃物清理法罚1200到6000块。也若南投焚化炉兴建的进度，环保局是打算伫6年内，互南投有家己的焚化炉。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。